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是感谢上帝恩典，互我会当伫遮，也感谢咱树林教会咱的长执的接纳，互我会当佫转来，甲各位见面。拄仔黄碧家长老有讲起我的代志吼，实在这是上帝恩典啦吼。等者我会佫较详细来甲各位报告。今仔日咱是有咱的社区儿童剧团伫遮来演出演蒲公英的梦想。我昨拄拄去嘉义吼，昨拄拄去嘉义去教会吼，看到迄教会大门口那个搭咱教会即个海报吼，咱树林教会儿童剧团所演的即个节目的大海报，搭伫即大门口拄入去吼，第一张的海报引起真好的回应吼，遐个牧长、遐个兄弟姊妹吼，遐个来参加的人。真好的反应，我为着咱树林教会有即款的服侍，有即款的见证，有即款的付出，来造就人吼。我为着安尼心内非常的欢喜吼，求上帝祝福咱树林教会吼，伫新的牧者带领的下面，咱的教会日日成长，荣光主上帝的圣名。今仔日牧师用创世纪45章1节。到第8节来甲各位分享，安尼看来，安尼看来，咱若用上帝的眼光来看代志，会互咱得到真大的安慰甲帮助。咱若用上帝的眼光来看代志，会互咱得到真大的安慰甲帮助。咱较常拢会用咱的人的眼光。用咱的角度来看代志，因为咱毋是上帝，咱毋讲上帝这代志要安怎看，毋知，因为咱毋是上帝。但是咱会当甲上帝求讲，主啊，求你开我的目睭，互我看到你爱我看的，互我想到你爱我想的，互你帮助我来做你爱我做的。因为咱毋是上帝，咱是非常卑微的人。咱用咱人的角度，用咱的方法咧看代志、咧做代志吼，较常带来，较毋是迄款安慰、甲帮助。咱若用人咧看代志吼，较常拢是有限的，各位讲短视啦，或者近视。近的看较有，总是远的就看无。若好代志，咱就袂感觉安怎？总是若拄着黑淡灯艰苦的代志吼，咱就搬袂过啊！为虾米我破病？我逐工拢足健康的啊！我逐工照起工运动啊！早起是5、6点来起来运动吼，做体操来去泡温泉，来去佚佗，来去尽量放松家己吼。哪会我才够照顾家己吼？安尼食食啉食拢足够照顾家己，嘛是安尼破病。是讲安尼，我非常的努力，我做工课非常的认真拍拼，实在，无甲人骗。头家交代代志，我逐项拢做甲好势好势。但是若要升官咧，别人咧升啦，薪水咧，别人咧升啦，我哪会拢无？迄个吼，足干巧的，头家来吼，足认真拍拼。头家走吼，安尼凊彩做。即款人安尼做大官，薪水升到悬。咱这足实在咧做吼，安尼啥物拢无。你若用人的角度咧看吼，你会感觉足怨叹的啦。咱做人足实在，咱照起工咧做，总是有时阵吼，你会感觉代志太安尼。伫咧咱教会礼拜嘛共款，咱逐礼拜拢来礼拜，照起工咧奉献，照时间咧聚会，上帝甲咱教是温群去甲行。哎呀，你会发现讲，伫即个社会哦，咱敢会受人欢迎，无一定啊吼，较常拢互人排斥。基督徒伫即个世间吼，较常是互人排斥的啦，因为咱。做的方法，咱看的代志，咱看代志的角度，甲一般的人拢无共款。
昨咧自餐的时阵，遮甲我的亲人朋友咧自餐，我的亲人朋友内底有真侪人拢还袂信主，那咧做信主，还袂信主甲信主的就差别真多，还袂信主的就开始哭敬酒啦，敬了一杯，甘过一杯，牧师恁要敬。牧师就袂使敬啊，要敬。牧师人敬酒，甲兄弟姊妹敬酒，这无啥适合啦，无啥好啊因为咱较常，咱就是讲，咱做代志的方法，甲一般就是无共款。咱欢喜会当欢喜，咱用别的方法来欢喜，咱较毋是用水互酒甲啉互咱醉来欢喜咱毋是用即种的。所以世间人看咱基督徒会足奇怪，毋知你有互人讲你足奇怪无？你若因为信主，为着福音，互人讲你足奇怪我甲你讲，恭喜哦！你基督徒做啊足成功的。你若讲你咱做一个基督徒，人甲你讲你甲世俗人共款，安尼咱就无彩可惜是。今仔日所看的这段经文，《创世纪》45章1节到8节，是旧约内底一个真出名的人物，叫做约瑟。一点点仔的故事若定，咱若要详细看，你着对37章一直较看到50章。这是完整的约瑟的故事，对伊出世到伫过身，非常的清楚。总是我敢记着。中间即个小小，也是非常精彩的一段落，来甲各位分享。安尼看来，看这字伫圣经内底是非常的重要。看，圣经里面有好几个关键字是我们要去认识的，一个就是看，一个就是认识，一个就是记得。有足侪字是圣经不断咧重复，一再重复的。看，上帝爱咱看，因为咱定定目睭拢是雾无明啦，咱拢是雾无明，看袂清楚。人捌，也是讲记得，因为咱人足熬袂记得去。昨才发生的代志，讲这样代志我绝对袂去熬，袂过会发生，无拍算，今仔日照常去发生。咱人豆豆会袂记得去，袂记得所得到的教训。昨才得到的教训，今仔日就袂记得去啊。昨才去互上帝修理今仔日就佫袂记得去啊。这是咱人上帝爱咱豆豆去会记得，会去认捌去看。约瑟伫遮伊讲看，安尼看来，伊安怎看？伊照上帝角度来看，毋是马上就会晓看上帝。照上帝角度来看代志毋是，是伊过真久了后，伊才会晓得。约瑟对少年的时阵，就失去伊的老母。圣经内底记载伊3个年纪，这3个年纪对伫伊约瑟是非常的要紧。第一个年纪就是17岁，第二个年纪就是30岁，第三个年纪就是110岁。这3个年纪，你讲2字啦那约瑟若要讲伊的故事，讲伊的，互咱的教训，就是伊2字一个是乐，就是生，一个下，一个上。约瑟的故事就是2个字，一个下，一个上。这2个字说明了、解释了约瑟的一生。伊乐，伊17岁的时阵。伊过生日，因爸爸甲伊做一件水衫，互穿。伊其他这兄弟就目孔赤，就嫉妒，然后就甲陷害，甲伊落去坑里，甲伊老爸骗，讲你的囝约瑟已经去野兽吞食去啊！你看，这衫就是证明。你看这衫顶头拢是血。拢是血，佮拆甲破。你的囝已经去互野兽吞食去啊！伊老爸就哭。约瑟伊的一生就是
落，我讲伊向落，互伊的兄弟陷害，陷落去即个坑里，伫遐无水通啉。最后，佫向袂去埃及，落去埃及，下到埃及，下到坑里，下到埃及，袂落去埃及。去埃及，伊照起工咧做，照上帝的教示温困咧做，总是向伊的祖庙甲陷害，佫去落去迄个迦年，关伫迦年内底。所以约瑟第一个字就是讲落去。互伊的兄弟陷害落去坑里，互伊的兄弟卖出去，卖落去埃及，伫埃及去互伊的祖庙陷害，佫落去迦年，落，这是约瑟第一字下。这若是你，我毋知你会安怎。我著照起工咧做啊，我真尊敬我的兄哥啊。啊，头家，我的主人甲我吩咐的代志，我逐项代志拢做啊真好势啊，总是。不断落去坑里，落去埃及，落去迦年，关伫遐。若是咱毋知你会安怎？吼，真侪埋怨，可是约瑟伊就无安尼想。吼，当法老咧做梦的时阵，法老做两个梦，吼，人梦的内容我莫讲，吼，时间的关系我莫讲。约瑟。伊会晓解梦，有人着小解，讲啊，法老王啊，你做梦吼，无人会当甲你解，总是有一个人吼，真会解梦，你请伊来甲你讲，啊，就是这个人就是约瑟，所以法老就听见讲好，甲伊带来，吼，所以对迦年甲救出来，偷放出来，来到伫法老的面前，法老来讲伊两个梦，讲了后，约瑟就来讲，你的梦就是安尼。头前有7年的大丰收，落尾有7年是大饥荒，啊！你着爱找一个有智慧的人，会晓治理埃及的人，赶紧来治理，互这饥荒会当避免吼。所以，这法老就讲，普天的要去找像你这种有智慧的人，就是你，所以着互伊做宰相啦，升官吼，奖啊，升起哩，吼！对迦年升来伫法老的面前，对法老的面前，佫升做宰相，吼！约瑟伫遮讲吼，伫这第8节安尼讲，安尼看来吼，找我来到遮的，毋是恁，是上帝，伊互我亲像法老的老爸，互我做因全家的主，佫做埃及的宰相。吼！你看，我升官，我毋若是。对迦年升来伫法老的面前，我佫做伊亲像伊的老爸，是伊全家的主，佫升官做埃及全地的宰相。所以约瑟的一生就是落甲上升啦，吼，落去坑里，向陷害落去坑里，向卖出去，卖落去埃及，去埃及的祖庙陷害，佫落去迦年。伊上帝甲伊